讲到咱台湾的民土风情，甲别国真无共款。咱常常会当看到这电火条顶面的，常常有人去乌白打这广告纸，顶头有打迄落通便所备注，甚至是打耶稣爱你、阿弥陀佛等等，或者环境看起来是真恶杂。根据这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，113年当中拆掉176万张的广告纸。环保局也要提醒民众讲，若像这乌白打纸上济会罚6000块，要若这支广告电话呢会罚停话上济停1年。路边条仔顶面强在会当看到打卖厝的宣传单，另外一支条仔甚至佫有贴甲剩一半的卖厝塑胶棒，就连边仔的电收拢有人打阿弥陀佛的打纸。这是新北市实际的市场，当地居民讲，三不五时会当看到这个广告纸，不过最近有慢慢减少啊。根据我的观察是最近都没有看到什么广告，真的。以前很多吗？以前真的很多。县民有理长可能请人抓起来啊，一条一条抓起来，就没有看到啦。为着要让新北市的市容电火条仔看起来较清气上，新北市环保局3月份推出来贴广告纸活礼物，佮会当抽奖的活动，鼓励民众会当看到广告纸大力甲贴落来，庆当活礼物收满3公斤，就会当参加抽家电的活动。环保局表示，上常看到广告纸的所在，拢伫咧巷仔底，尤其是卖厝的中人上爱乱打。电线杆一定是最多的，因为电线杆就在那个假设巷弄的路边，会有不孝的房东业者可能因为节省成本，所以就随意的在我们公众区域的电线杆或者是门首那边张贴。环保局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乌白打广告纸，若无上济会罚6000块。广告纸顶面的电话，嘛有可能互人停话6个月至12个月。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，去年这个活动真成功，新北市拢总掠掉179万张的广告纸，嘛以电信法停话632件。新北市环保局今年扩大举办，鼓励民众斗阵维护路边的环境。记者陈阿双、柯秉哲新北报道。